写下长发之士皆盼隆中，且喜若成功立妃，遭阳宫人妃，君身外落家，他送江山成居于旁啊！今则中秋佳节，特昭告后宫，先生龙子者列为王妃，后生龙子者列为贵妃。谢万岁！祈愿姐姐早日诞下龙子，光耀他宋。以我心美，心动失踪。但愿因我儿孙早转西巡，江夏灵儿，况为孙媳。二位爱妃爷娘所得，冒言落宫，怎奈孤王之心也？二位爱妃，才顾御愿上月去吧。娘娘，萨斯里娘娘参下龙子，奉上王后之位，在后宫之中，万语谁能想着娘娘你呀？我身外隆重，偏偏他也有余，哼，真是令人生气！哎呦，哎呦！姨娘娘求要临盆，我等必须倾心侍奉。哎呦，哎呦，啊，哎呦！娘娘，这个东西需要累不清了，倘让他产下乱孕，哎呦，奴婢早去为你准备好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金丝狸猫，剥去皮皮，是生是妖。好，哎呦，哎呦，啊！娘娘，果算是乱孕。不去悔恨，当日冷宫，永世不得言句。万岁！
皇皇上朝侍从营，道教成立去逆行。他是朝阳宫的看功臣。一旁宽同行做甚？公公在此做甚？奉圣上之意，到御苑采访仙姑，与白阎王作甚的？可知
在此作甚？你为何慌慌张张，神色不定？美玉，口子如何隐形，可得陈里讲啊？公公，我不能死呀！我却问你，你在何处长的什么？公公的耳中长的什么？奉圣上之意，到御苑采访仙姑，与白燕王作谁的？我也是奉了娘娘之命，采取仙果，送与白燕王做谁的？哦，既算如此，我倒要看看你采了什么仙果。公公不可也罢。我一定要看。孩子，可是这是怎么一回事？公公，我不管事呀！这宫中真有一儿叫你私自大罪，你若不赦，我就去禀报娘娘。公公，你千万不要去告诉娘娘啊！公公，难道此事与后宫妃子有关？可有子？公营仙个官人对，脉脉尽是长风浪，忠心奉旨谁应当？言不能不分善恶，不辨是非，数不清了。公公，我说，这个账啊，你是吕娘娘教育我的，说是李娘娘产下妖孽，命我对上如何自重？公公，二位娘娘不是心同姐妹吗？可是我真不明白呀。万岁言道：“先生龙子为国母，后生龙子为偏妃。如今李娘娘产下龙子，这是刘妃为谋得皇位之位的奸计呀！”吕娘娘真是好狠的心啊！公公，你一定要设法去太子一命啊！可是非是臣令负有正义，此事我实难承担。刘娘娘深得万岁宠爱，此事倘若泄露，你我定算他后领口有啊！公公，为奴婢忠心事子，理应当万不能泯灭天性，得到心肠。你不怕为义子性命难保？许太子高富加身，也无妨。这同你女流之
思想，他女儿家仍有此胆色，难逃我羞涩在一旁。有了，曾领金色去长城，当了自宗太子上。元清宫全是光，旧太子还需要把眼望。兔子，快将三个丫鬟曾经在与八阎王作祟之际，跑与八阎王府议啊！好。只有御别王府，想必福神观开。此事非同小可，泛泛保住皇家血脉，才是。可是今日之事，妾子、妻子、你子、我子，实有不测，腹背国父攀亲。客子记下了。好，此次你去献议。公公小心。陈公公。陈公公，早啊！郭公公，早啊！方才看你行事匆匆，可有公事啊？奉省长之意，到御苑采杂仙姑，与八阎王作祟于地，时候不早，告辞。慢！我家娘娘有请，恐逮不了时辰，犯谁怪罪？只有娘娘担待。待我将仙道送与八阎王，听说未来参见娘娘。娘娘驾到！
娘娘，你怎么亲自来了？看子这个死丫头，这本时候还不回来，我心中插气，特来看看。娘娘，陈公公也在此啊。陈令参见娘娘。陈公公，你手捧何物？此乃赃盒，内脏何物？是采访的仙桃，菜刀何用啊？与白燕王做成玉的，去吧去吧。陈令高抬。慢！娘娘，陈令也想王聪，今日为我跨步是非。陈令转来，陈令转来。娘娘，陈令，我且问你，你从何而来？奉圣上之意，到御苑采访仙姑，与白燕王做成玉的。这账号之中可与价对？富裕大德，当真无语？当真无语。你去吧。谢娘娘。陈公公，你今日怎么如此慌张啊？蒙圣上恩德，赐我袍服一件，长了本城，故而跌了一跤，娘娘是才。好了好了，真是个巧在城里，既无个对，那你去吧。谢娘娘。哎呀，娘娘，这陈令来是慢，去之快，实在可疑。哦，方才我见他与口子，与我在选陈令。是娘娘再选陈令。娘娘三次选陈令，继续难了尊敬一步当作两步追，我已曾劝他三条命。陈令三次见驾，不知娘娘呼唤为了何事？倒也没有什么，这是见你类似满水饮酒，却是开宫房间，莫非这盒中藏了什么机关？娘娘是小，哪有机关？奴婢一生与白燕王送礼，不管退马。倒是不错，仙桃手里事关皇家体面，倘不察言，本宫难以安心。娘娘要年款受礼，陈公公万不当开。娘娘要年款受礼，奴婢不
管不可。这是这张额之上有万岁御笔王封，奴婢不过说是借取。你只管进去，皇上怪罪与本宫承担。与娘娘做主，你去结吧。娘娘啊，万岁御笔亲自写，常与皇封封合给，不有孙子谁管同？外方娘娘莫要开。好你个所言巧骗的陈令，本宫命你当开何给？哎呀，娘娘，奴婢不管算计王府，娘娘上一定要困，求请娘娘亲自解开这御笔王封。陈令，还不快快当开何给？你开呀，开呀！是。女的从家来查访，那个为不顾金兵马封老县，实是开了无真相。娘娘，娘娘，请看，这是什么桃？牛鹿仙桃，名扬天不对，这分明是王牛灭刀，正色是牛鹿仙刀，而中体育机关。娘娘，当娘娘问我万玉写什么桃呢？娘娘问你这是什么桃？王牛灭桃，那这第二层呢？是算是牛鹿仙桃。快快当开我看！哎呀，娘娘，这牛鹿仙桃切了舌头，这皮这口就要走了啊！你只管当开。怎么？我要娘娘亲自动手？奴婢不管。谁不开了魂金山，这一层好比烈火煎鱼，下身难。一他
我强作真听，巧策先娘娘有宽，秀妻宽吧。娘娘，这仙袍娘娘可满意吗？倒是不错。陈琳，你真是用心呐！好了好了，你去吧。谢娘娘。且慢，娘娘，陈琳不能走，这长儿外遇提3层。怎么会与提3层？陈琳，当开我看。啥事情？是良心错。相有情事要到天坛体验，同外正好是李贵催兵多凶残，开张儿顷刻间森林红毯，森林红毯。当开汉给死。娘娘，娘娘，奴婢将妖孽逮法了。陈公公，大燕王手里要紧，你去吧。是。等等，见了大燕王，听我吩咐一声啊，孙命回宫宋娘娘。
灵怕呀，亡灵怕。32年了，当年的事究竟是真还是梦啊？串串宫门，冷夜。42年儿泪不天意不测难算计，半真半假是君王心。桃木残药生无悔，可惜我有口辩不清。32年来就生梦，悲悲切切是梦境。孤灯观烛影，泪自随根，几为梦魂里是问而苦生，非取名利与生离。但愿儿扶贫扶灾永安曾公公，你快一些！太子，太子！太子，太子，这是人故，没有身上之意，谁也不得人内，快走吧。为什么？这是宫里的规矩。规矩？啊，我明白了，这里一定关着外甥。他不是外甥，不是外甥，不是外人，那为什么关在这里？这是身上的旨意。你们是谁呀？奴婢城里参见李娘娘，是朕公公，朕是公公娘娘。他是，这是北王的三殿下，名叫曹真，今年32岁了，
范谁将他过继膝下，奉为太子。奴婢奉旨代太子工作有完的。喂，你是谁？我原是岳成公李妃。哦，被关在这里，难道是做了坏事的坏娘娘？太子，他是为最好不过的娘娘了。那为什么被关在这里？公公、娘娘为什么哭？娘娘当年丢了自己的孩子，孤儿落落。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。太子，你日后长大了，可一定要帮娘娘找到孩子啊！娘娘这样可怜，我一定要帮助于她。可是宫廷门禁森严，孩子怎么会丢呢？奴婢不知，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。娘娘不要哭，娘娘不要哭，娘娘是我不好，让你伤心了。娘娘哭了，我也想哭。太子不哭，太子不哭。眼见此情心不诚，悲生往事思泪痕。此言离娘才真，可怜他面对妻儿相交生太子，太子，我们来到这里，既是与娘娘有缘，你要多拜上几拜娘娘才是啊！早晨拜见娘娘。使不得，使不得！快，再多拜上几拜！早晨再拜娘娘。见太子从我船上行安山山山，伤心往事涌心肠，都是为一毛万子逆天王，赔苦了他母子，孙儿难平一难成伤。恩子爱茶斟一钵烧子长，终有心难为娘娘心郎。儿完成世上也给予这么高来，这么天涯关一关13字，为小王的影响娇儿模样陈公公，这是什么事？这里这样
此例是列经风骚雨荡，却一算之意冒成啊！太子可知这里是何时开花，何时结籽？早真不知。太子不妨问问娘娘。娘娘，这里是何时开花，何时结籽？这里是娘娘身在冷宫，听算不知，这里是早已结果子了。结果子了。太子可还记得陈琳接你唱的童谣吗？记得。柳花开，梨毛角。不对，陈公公是柳花开，梨子落。对，柳花开，梨子落。桃花。哎呀，语错了，是梨花落子泪湿手。哎呀，奴婢年纪大了，记不住了。那我来唱给你听。好，你唱与娘娘听。柳花开，梨子落，梨花落子泪湿手。你常看到梨花泪，可知梨花苦几多，苦几多。历史记子遭人惧，斩草除根心太狠。玲珑历史悄唱，他历经风霜万丈尘。气死了心万顷，陈琳言语听得真，说什么历史节子早神经，说什么啊玲珑历史万丈尘。莫不是当年只是他自心，莫不是我儿伤情思前程。陈公公，你言语之中听雨殷勤，望方公公说出实情啊！娘娘，冷宫禁地，我等不能久留，奴婢告退。公公，12年来，我身陷冷宫，怨声四海，望方公公说出实情啊！娘娘，你那孩儿杀死我贼，今夜到动他年数。我那孩儿杀死王贼，今年12岁了。真是凑巧，太子今年也12岁了。怎么，太子与我那孩儿同年出生？非大同的，而且
同人同时出世。娘娘，公公，你是说太子？是。太子，我们该回宫去了。不，我不回去，我要陪娘娘。你若再不回去，这恐要害了娘娘，你也害了太子。太子，你快随公公回去吧。走吧，走吧。娘娘要保重，等赵正长大了，一定救你出去。太子，快走吧。启禀皇后娘娘，方才与小太监来报，说是陈琳带着太子去了冷宫。怎么？陈琳带着太子进了冷宫？奴婢觉着有些蹊跷啊！蹊跷？这太子哪里像那把阎王？哪像噻？分明像那前妃。娘娘可还记得12年前举出教鞭与陈琳？口子，口子，看来要好好问问这个小钱生了。好戏却要开场了。娘娘，奴婢用了鞭刑，这简生万死无走。见我再去审来。是。娘娘，何不宣陈琳进宫？陈琳进宫，叫他们当面对质，看他们怎么办？还是你的规矩一动，宣陈琳，陈琳进宫。领旨。我听得早将功，把陈琳宣。
管我所为那般。只听得噼噼声声，声啊，对声军军心慌难。莫非是母子相为落魄残？不有人非才想，心惊胆寒。陈令春节娘娘，平生谢娘娘。不知娘娘深夜宣召，与何结事？本宫遇见他时，邀你朝拜，不知你愿不愿意？奴婢当要犬马之劳。朝阳宫，御宫奴才，百姓起义，本宫要你奉上一份。哦，不知是哪个奴才是此他单啊？带上来。你自己去看吧。是。口子，开子，陈公公你没有想到吧？是啊，奴婢是没有想到。娘娘，口子从来忠心耿耿，深受娘娘器重，今日为何受此他刑啊？我问他，32年前才居悄悄边结了何成，欲将何法送出宫去，他竟至死不招。你去替本宫问问。是。可是娘娘的话你都听见了，还不快快招生，免受贫穷之苦？陈公公，奴婢从来也没将东西送出宫啊。娘娘，快是言道从来没有将东西送出宫啊？你这样问法，他能走吗？那要怎样分法？本宫是你与归一根，与我狠狠拷当口子，分一声当一棍，当一棍分一声，天要与我早朝杀气。哎呀，娘娘，像此事我尚不明白，事后拷问。再说，啥是过2天，娘娘气消了，怪我把口子打坏了，奴婢可担当不起呀。什么？你不管身份，难道与口子有什么瓜葛？本宫命你拷当口子，你为我推山做事，难道当年之事与你也有瓜葛不成？谁将我难受一死，我便要他难受一死，去死当时也无妨。陈公公，借字吧。有非与我官担责，少自己天险地震，心事何分？陈丽，你高高举起
起与亲戚放下，难道是在这里哄儿子，对吗？我尚不向他讨问，岂不是在刘妃面前落真心？我常将汉子来拷问，参会中了心何神啊！怕怕怕，没奈何换来高举负心官。只怕他从官之下要丧命。可知你欲走不走？父子，娘娘，这前生分明心中怨恨。陈丽，你与我往死里打！呀，娘娘，他不能再受冤了。什么？你怕他受刑不果，造成你来？国公公，此事与我陈丽何关呐？既算无关，那你去与我打！陈林多内连累滚啊！怕只怕顷刻间香消掉云，口子啊！当你为把头自保，莫怪陈林下手狠。官府行马，怕只怕你今日在天一条命公公，你先当吧。只要你早出同门，本宫饶你不死。夸上，到底与何神串通？刘妃之言如真意，讨回是将是将，要回陈林才是真。同门儿失去提心，你肩上雕刺成林，难道此事
一仙儿，须凭你师父承今日关谁请我？此间神他王妃心。狂不打死你！公公，谁当可要出人命了啊？怎么？我当他你心疼了？可是我负责，好啊，你万事不早，陈琳，那去让本宫来提醒你吧。12年前，你虽不长河，才举出家鞭，为了何事12年前，娘娘不是判断清楚了吗？开子，那时间你可是遇见陈琳？未曾遇见。哦，不曾遇察，陈琳，你与我重重的当打。可怜他血腿公益算所去他敲金牙关向我报，他报我为的是宋色跟你与我打，与我打，打，与我打！与我你我要伸手成功，眼泪恨杀不遭无尽滚下。领上生命上生，公公，你去当吧。
公公，你是当吧？当啊！当啊！你是当啊！你是当死我吧？可知曾令四次当你，你万不遭，不怕他打死你吗？宽城里举棍，冷寒里那块冷言冷语把魂绿飞温柔殿中央，可知我朝阳宫内难见天明。陈要出身将心事，在年间王太子举出小兵，一字去。陈琳，果算是你！来呀，让我将陈琳绑了！慢！杀人同门，还于各位，为门权位，串通一气，诬陷李娘娘残下妖孽，命我将太子推上御火之中。你们天良何才？杀人同门，你们都是同门，都是同门。当年之事，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。
娘娘，他死了。苍天呐，你睁开眼睛快看吧，回宫后期奸臣帮逃。立谋万子，既灭世，也受讨金头风。
前生，这次前妃奉冷宫，奉冷宫。什么情况？非城里难下手，恨不得谁色反端，皆心痛，皆心痛，晓得吗？在奉公去草。是。闻听得不怀成功生金花，恨刘妃斩草辞根托脊梁。顾不得时辰令我去报娘娘，我城里忠心就是死也不放。娘娘，娘娘，是陈公公。娘娘，皇后太神冷宫放火，要烧死娘娘。他们要烧死我，我身陷冷宫，一算伏法，那就让他们烧吧。难道娘娘不想知道当年之事了吗？当年我的儿子陈公公，当年之事你定算知晓，王房公公色情啊！12年前，娘娘产下一子，那刘妃为得皇后之位，与国外定下毒计，将金氏礼貌不取嫔妃，换取太子。有名口实，将太子抛在御火之中，后子不仁，是我分明却有两人里应外合，骗过刘妃国外，将太子送于白燕王府。娘娘，当今太子他就是你的亲生孩子啊！听曾令人希望，地覆天风到今日尘缘爱，你云登开娘娘，此事王位国外，只要冷宫放火，臣应在慌乱之时。娘娘，你快快逃死去吧！不，我不能走，我杀走了刘妃国外，岂能放过于你呀？娘娘，此事不争，却来不及了。你快走吧，公公。
陈琳，你来此作甚？人工气候，奴婢他来查看。12年了，你对这人工真是情深情这样。人工刚刚起火，娘娘就亲自过来，真是了事神啊！娘娘心系人工特来查看。这好好的人工，怎么他说起火了？常言道，天雨不测风雨，就是不知是天灾，万事成祸。启禀娘娘，奴婢将火把抛射人工。好，你们好大的胆呐！尽管火焚人工，是我们礼貌还太子不嫌礼费，是我们设计让你考当口子，是我们火焚人工杀生灭口。不这样做，我能当上王后吗？陈琳，世人是不会说话的，更不会伸冤，是此本宫才安心呐。你没权得比，诬陷李娘娘，残害太子，别是愧主，丧尽天良，你们还有良心吗？良心，在后宫之中最服用的就是良心。你也太天真了，现在你都知道了，不过为时已晚了。今上人工起火，李妃葬身火海，陈琳忠心举子与李妃一同丧命。陈公公，对察你的良心，到下面说吧。你与那前妃一事，是否对证这世上万语才能奈我何呀？来人，将陈琳拖人宫，与那前妃陪葬。是，你们丧尽天良啊！刘妃，脚丫起司马见刀，连环计推仓皇，你们为民全是丧天良，狼狈为奸乱草稿，送你之人必是结成你之事，上目光，随我报应送于是，分人功灭成立，王妃心肠。有朝一日，名正想教你赋予好下场，陈琳一时不宜光宽累遭陈元造血，陈元造血，陈元造血，巡三天
法子，是于父母双亡，一个人无依无靠。我是白天8万讨，晚上晒寒窑，讨完到东乡，沈家替我织米碗去西城，他们为我把菜烧，走街串巷落叨叨，落呀嘛落叨叨，落呀嘛落叨叨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又下雪了，我还没吃饭呢，我还是快去讨饭，填饱肚皮要紧。将我关，盼生颜
却得手中马，神发将。风寒之国，人难当。宽来我女不惧长，苍天比我却身旁。天啊，这天荒地痛，难道我今生却要命丧此地了吗？柳花开，荔枝落，梨花落子来时少。你常看到梨花来，可知梨花苦几多，苦几多。今天运道真好，热气腾腾，香喷喷的满满一碗，这世上啊还是好人多。哎呀，四位老妈妈，你快醒醒，你快醒醒！你是谁呀？我叫范中华，是镇里的小讨饭。这大喜欢天的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呀？不是我路过这里，你就要被冻死了。天寒地冻，福中饥饿。这是我刚刚要来的，还捏着你。可想了，接你去。好儿子，这是你辛苦讨来的，我啥去了难理你。我不饿，哎呀，你就去吧。我不能去，哎呀，你去。我不能去。哎，有了，妈妈你看，我呀就这么一来就不饿了。你就快去吧，我等一下再去要。去吧。老妈妈，看你面容憔悴，穿得又这样破烂，也是个讨饭的吧？你家子那里有什么为难的事吗？孩子，我对你说了吧。我本是京都众生，15年前因遭奸人陷害，恩怨受挫，只得到此讨访为生。被人陷害，这也太可怜了。哦，那你家里人呢？我与家不能归，与子不能什么？与家不能为，与子不能生吗？这天底下，那有儿子不生娘的，啥是那个不孝顺的，生的不生娘亲？这老天爷一定会当来劈死他的。我的儿子，他还不知道我这个娘，他啥知道？我想他一定会生我的。我就说嘛，他一定是有苦衷的。我可没他命好，他娘还活着，我从小就死了爹娘，
从来都是孤苦伶仃，无依无靠。我也想有娘。孩子，不要哭，不要哭。老妈妈，我范仲华从小靠讨饭闻名，你若不嫌弃，我叫你一声娘，你唤我一声孩儿，从今以后我们母子二人就相依为命吧。好孩子，我已把老骨头与冤枉在身，我岂能托赖于你呀？什么偷来不偷来？今儿啊，我养你。我们一碗郎粥两人钱，一个窑洞两人子。你的愿望我替你去生，什么志愿衙门、回府衙门、御史衙门、这个衙门、那个衙门，我扶着你去。哦，要是你再不动了，我就背着你去告，一定要为你洗清冤枉。从娃儿，娘儿啦，娘儿啦。娘，外面风大，我们回家吧。王。
命汉元臣前来。韩元神，大人命令去诉冤。参见包大人。起来回话。谢包大人。汉元臣，在。你心诚名谁？家祠哪里？小人名叫范仲华，这早追究还有为生。其何为生？有何冤情？小人靠讨饭为生，大人，我没冤枉，是我娘有18年的冤枉，我是听我娘申冤的。叫你母亲前来诉查。哎呀，大人，我娘年纪大，眼睛花，走路不便，他说要为他伸冤，还要引他上葬。提倡不许明路开道，提二道不许骑马搜酒，提三堂不应大好。这条子来无路，因为乖张，他说他要为母亲伸冤枉，况以他是三藏圈圈非死了，想好夫恨的是长官不管，爱的是忠臣你是小郎，不念他一片小心色苦转堂还要莫要吞命这恨他范为生，题目生权，范仲华在。念你是个孝子，老夫就以你上葬。多谢包大人。前面拜有路。是。你叫他一声紧要见我。哎呀娘，这包大人是官，我们是民，这包大人要是发起脾气，只怕儿子脑袋不保。保你不是，快去！包大人，我娘饮醉不便，她要你一声紧要。放贼要大人亲自刀要，事情要大人一声紧要。你分明是暗杀机关，用意戏弄朝廷民国。小人不管，小人不管啊！哎呀娘，包大人他生气了，你就快出来吧。要外之身，你是珍宝还是假宝？珍宝时候，假宝成呀。啥是珍宝？你
紧要，啥是家宝，我不用知道。风龙草夫，黄草马魂。哎，你等小王时候，老夫请听。你讲的是何人？我就是18年前被当成冷宫的丽妃，我就是虎坟冷宫少不死的丽妃，我就是当今圣上亲生母亲丽妃，我到底是当今太后还与国王？他丹夫人尽管窥测谎言，妄告当今太后，快与本官讲明，尚有一言差错，莫怪国法无情。保证你且听了，未开言不与我，来自于家。生下礼貌乱刚长，害得我12年冷宫把土心肠。多梦成里玉口子，俱向我儿送燕王，白燕王生儿为子好抚养，才与这四儿同团唱。城里的儿见亲娘，他色到玲珑梨子悄悄藏，儿也是他色对他生长大。要为娘娘心儿郎，不料
小婿走路刘妃子，将领陈令将口子当，口子不应滚下房。出子门虎凤冷宫灭财赃，应陈令告知正经，貌似将我拒。我流落民间受凄凉。应与中华收留我，陈母子相依为命度时光。到如今，先王驾崩而登基，那刘妃温柔风流荣华香。我时时盼夜夜想，只盼有朝生冤枉，这18年的不白冤。王房报亲做知章，以何为臣？报亲啥事不相信，交接王令派一方，常有先王亲弟子，报亲拿去宽断香。这故事旁仔细看，果然是先王亲笔给予状，切切太后内心等，我为今追奔报圣上。兴亡初更为不论，朝坛显我应皇上。刘妃故外杀自尽，怕只怕寻奸灭口应皇上。当听着皇令四他难则同当君正常，此次追报去官真。有了，要翻官万事求，把眼黑王皇令四方
不知太后还教谁苦，谁给发誓？报请何才之语，夸夸平身。谢太后。我天，娘，原来你是太后啊！正是。中华朝见太后娘娘。儿啊，夸夸平身。杀父中娃儿大举，我这个太后早已命丧荒野之中了。我范中娃真是好造化，见了个太娘娘走马。宝卿，此案非比寻常，你要替哀家伸冤。总算全是玄天，我包拯也要为太后伸冤。此要去吧，臣告退。方龙草夫皇朝马魂，江州母子万字偏冤，这起名义好生调妖，你等随老夫回京面君。真的是算我倒退总有报，千古奇冤，今策其月宫内宫百业平上来，宣保证上殿。俺虽有旨，保证上殿。令儿子。保证存前判罪，平身。谢判罪。方良之事正义听闻，报请内与公子臣来拜谒后宫。且慢，万岁！臣方良为尊，路与老妈妈名媛素场。哦，那老妈妈她高的是哪一个？她高的
就是当今太后。我言当今太后才当下手，保证念你方量月宫下天去吧。万岁，此案杀破今天，今日上不上分？万岁就是不忠不孝之臣。你他保证奢望胡乱语，不与国人怒气生。鞠躬四傲将争取，即可战胜开国门。虽善死，切莫冤杀忠臣呐！他夜遇国王，重伤登基太后，欺君罔上，难道我就斩他不得？万岁，事出蹊跷，不是听保证一逃来，杀得有理，我则怕了；杀得无理，贼斩不辞。好，你却讲来。才有一差错，定斩不少。万岁，用兵提起往事。倾听天籁曾愿自尽曾汇聚于片，刘太尉寸铜冠，心堂间，一毛不平，将嘿还。李娘娘欲看郎登殿，当着冷宫12年，可知成林心不诚，究竟配送见我保他平安。到回来回封储君自归宗，且信你他所与成传，曾领北军前去娘。
今天了，传接成还。18岁苏过谁与过，初八成人七成官，万岁呀！请问这官司是断，还请万岁明冤案皇父，抱歉所言，句句实言呐。曾有皇陵司法为证，请万岁许他。快快呈上。乘风得意花间色，取于阳会归叶子，天降之位，接送而佛王神龙飞凤赐，大宋天子真宗御别。母黑王陵四怕眼前才是非增加一分偏。趁着祖母设修长，我王为臣子18年呐，御林去哟。梦初心回魔界，忙将御林一身还，三策法令此剑兵，将怪此剑为某名冤死。范岁，当年你谋案子，开子为报范岁还冤而放，曾因为救太后，遭受祸害，这等重量，你给罪封嘉奖。此等忠烈之士，理应修庙祭奉。抱歉，我莫为他言在何此？曾已将太后接至开封府衙，正要亲自恭迎国太为朝。万岁万岁，万岁！保证听奉保证参知建党，功给天地，官升三爵。此上方宝剑，不能忘亲国戚，横无八官，杀是触犯国法，停战不朝。谁真恭迎国太为朝？天